这么说，周星驰的电影特别的神奇，每次看都有种不一样的感觉。我不让你管我！你再说一次！我永远都不让你管我！你有能耐就凭真本事，考一个60分回来给我看看，那我就永远不管你。你说的，我说的，我就考给你看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少年的话竟然一语成谶。永远都不让你管我！就在小迪踏进考场的那一刻，父亲那边就出现了意外。由于板材的松动，导致氧气瓶突然倾倒，从18层高空飞速坠落。而氧气瓶连接的绳索恰好就在男人脚下。今天我走运了。哎，干嘛呢？啊！想不到你能及格。工友们试图将他救下，可惜晚了一步。搞什么？小心点！小迪，你出来一下。